但是目前就新营甲安平两座土木公园，以加建的比例甲其他县市比起来差一大截。所以议员杨忠成伫总日顺积极向市长请命，也具体提出希望伫西湾地方地设立。不过该提案一出，却引发当地里长强烈反弹，甚至以噪音、高赛电污染来误导地方。对此，罗局长回应。土木运动公园是进步城市的象征，所以议员进一步要求市长主持公道，用上佳经费地当设立来充分利用。咱宠物公园是要来做伫这个中央一站，包括咧带狗仔咧行遮。市长，你看这个地点有适合无？所以我希望我伫去年就把这个案提出来，要来拜托这个宠物运动公园。咱得赶紧来落实啦，莫搁再互地方遐吵闹闹啦，做了，就大家会受益到，就感觉到市府会优先，会当为着这毛小孩来设想啦。因为西湾志洪池伊个所在吼，腹地完了袂少了，所以应该人的游憩设施甲宠物公园是并行不悖，因为这个所在比较迄个或者咱原来迄个和新营迄个或者。南营绿都心来讲哦，咱这个所在袂比伊较细啦，所以你讲人的游憩设施我嘛会当设，啊甲宠物的公园嘛会当设，所以是并行不悖啦。占地4.2公顷的西湾地方地，算是眼眶上大的休闲中心。不过，当议员争取要设立土木公园，以及已经完工的国际溜冰场加消防队的建设以外，该里的里长却批评爱兴予地方历史景观，甚至要发起罢免。毛议员相当无奈，要求大家公平，所争取的建设敢有牵涉任何私人利益。台南新闻，管子林根采访报道。